去年一年诈骗的案件高达12000多件，共骗过手的总金额23亿。虽然这个数字比去年降10%，但是发生率也是真高。到底要安怎有效来防诈骗、抓诈骗的？来看咱的专题报道。不要动！埋伏紧张，冲入诈骗集团的机房，内面的人陪护米，只好乖乖就范。过来啦，过来同啦。这诈骗集团就密伫徛街公务，诈骗的手法是经常看到假检察官，先互民众相信了后，才去将钱骗到手。军票、诈欺啊，这都有没有？除了假检察官以外，欠电话费、涉及凶案这个理由，嘛经常互单纯的民众误入诈骗的陷阱。被盗用，为什么我的健保卡现在不能用了吗？你这支电话啊？伊卡完。这支已经通过2万几遍了。老太太听信诈骗集团的话术，若是乖乖领70万，也搁甲诈骗集团的车手带倒来厝内，然后甲钱交予对方了后，才感觉唔对怪怪，赶紧溜出去。但是车手早就走去。假钱的部分呢，我们警察机关一般在通知民众会用一个刑案通知书，如果是地检署的话，他会用传唤通知书，大概就是会直接请您到现场来询问跟制作笔录来做调查，不会有那个在电话里面来跟你问笔录。或者是说告诉你抗传集居啊这种话术出现啊都不会有，所以只要听到这个其实证件被冒用啊，一开始就要有一个很高的警觉，那这个有可能是诈骗的集团来进行诈骗。你相信我？检察官未主动和当事人联络，我就是保护您的啦。不管是电话诈骗，或者是面对面的诈骗，这骗术是愈来愈多。甚至就连便利商店的印文件，拢加做诈骗集团诈骗的工具。画面内这男子摕手机啊到超商，讲要印文件。这店员一看，怀疑这是诈骗集团的假文件，马上通知警方，才顺利抓到车手。那我们有分成有上中下游3种不同的一个面向的处理，在上游主要是我们要针对他的犯罪工具，譬如说像是人头电话、人头账户，还有他所使用的一些通讯网络的工具来进行查缉。中游的部分就是我们在民众被骗的当下进行一个拦阻，就是我们与第三方的警政金融机构有合作，来能够成功拦阻民众的被害损失。那在下游的部分就是主要我们针对财务这些赃款要回流到诈欺集团的部分，那我们就是像我们进行我们的斩首专案，还有进行我们的一个查缉地下汇兑的一个专案行动，来把这个赃款留在国内，然后来查缉到案。所以我们会由各种面向同时来做处理，才可以有办法解决这诈欺的相关的问题。警方分做3个阶段，就是希望会当彻底有效打击诈骗集团。因为随着这几档使用网络，也个有买物件习惯的改变，因此这诈骗的方式就愈来愈多。无同的变化，就是我们在警方所谓的一个假网拍的诈欺，还有一个假投资的诈欺，这2类是目前是发生的件数跟财损是比较有呈现增加的一个状况。在107年呢，我们电信网络诈欺犯罪是发生了12657件，然后照与106年比较是微幅的下降。那在财务的损失方面，我们107年是损失了23亿多，然后较106年是减少有2亿多。不过这减少金额大概有10%左右了，然后可见是因为这2个数字都呈现下降的状况，表示我们去年在107年在整体警察工作对于打击诈欺的努力是有相当成效的。敢若是去年诈骗的件数都超过1万件，金额嘛高达23亿以上。这是现金的数字，若是无现金的咧，无抓到诈骗案件更加明的疏忽咧，也阁有惊警方抓，故意将这个机房设伫东南亚地区，台湾警方跨国合作，才总算顺利抓到人。阁像安尼骗术是防不胜防，警方成立打击诈骗的中心，也阁有每一档拢有斩首专案，就是要让被害人的钱先留条咧，才阁根据线索。对账来源，除了宣导以外，要安怎有效让诈骗的数字下降，恐惊还阁需要政府甲相关单位继续研究讨论。